那一代的人到今天依然能够活得这么纯粹啊，就是很着实让人向往，把手中的一技之长可以巧妙的、充分、蛮有爱意的表达出来。这是前2季的一些作品啊，都看过，印象都非常深。这个没看过。这个真的是我们儿时的集体回忆。说好了，叔叔，我下去以后你不能把门关上啊。我会小心的。哇，防止一脚踩空，是吧？哦，很巧。这个修房子的还留着呢，我就把它放在那。哎呀，现在这书想找都不好找了。反正有些东西你扔掉还是蛮方便的。但是还是把它放放。相当于我们的老照片，就我们那年代的。85年2月12日。哇，阿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。下棋了是吧？对啊，下盘棋松松脑子。班门弄斧啊，在老师傅面前画格子了。高手，请。我输了，你输了是吧？那我画了。我输了，没照前面的剧情走。我有还要画手啊，我赢得很开心啊。好，收剑入鞘。这是我这张，这是叔叔您这张，我们一共下了2盘棋，木香味真好闻。加个微信，加个微信。我还不好意思向你要。耶。